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的青年时间纪念日，所以一开始的祈祷，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咱教会的青年，就是咱目睭所看到徛伫头前的这个青年，因是咱教会少年团契甲学生团契的成员。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因伫现在咧读册的过程有上帝的引带。同时，我嘛要邀请咱为着咱厝内底的青年、少年人来祈祷，听我意思啊吼。所以为着咱教会眼前这青年吼，为因来祈祷，为因咱也知影因的名，会当一个一个为因提名祈祷。同时为着咱教会、咱厝内底。咱所熟悉、所知影的遮个青年、甲少年来祈祷，一个一个提因的名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这要做咱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啦吼，所以咱做伙开声无开声来做伙祈祷。我要请你们为自己祷告，好不好？这个时间哈，为自己祷告了哈。然后来，咱做伙开声无开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相助带领你引带保护夫妻，因阮相信你相助伫阮四周围，有阮所关心、所听的青年人。主，求你兴起同教会的正青年少年，伫因生命中，上帝你就垂天天使围雷保护，互因出入、学习、身体。性命拢得到平安。主，阮知影你是活命的主宰，你扶持阮的性命，不管阮伫少年、伫青年，或是壮年、壮年的时，你拢出手保护，求上帝引带，甲阮做伙伫地，特别也甲伫你面前，即群青年做伙伫地。固守因的心怀意念，帮助因、保护因，伫因出入生活的过程，上帝你就日日加添气力甲智慧。主，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，你引带祝福带领，帮助阮、扶持阮。感谢你赏赐，互阮的教会有即群青年人，上帝你就赏赐因教业的智慧甲气力，帮助扶持祝福带领。互因日日拢得主气力，时时得到主保守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1918年，亨利·福特伊所创立的福特汽车，是当时全世界上大的汽车公司。伊的工厂是用现在叫做流水线吼，就是一贯作业的大量生产汽车来出名。迄年，伊将一个做工的工人的工资提升到一工6块，同时互遮的工人一工8点钟工作，所以得到外在世界对伊公司治理的学乐甲推崇。当时，尼布尔这位牧师就伫伊少年的时阵，大学毕业了后，就来到美国底特律一间叫做伯特利福音教会内底担任牧师。底特律这座城市因为汽车的这个产业，1915年到1928年，就是13年中间，对本来50万的人口就大到150万的人口，所以大差不多3倍。当时汽车的规模经济拄拄开始，总是伫汽车工厂内底工作的条件非常的严格。尼布尔牧师就活伫即群做工人的生活的中间，深刻了解因的痛苦。所以，1926年，
就是经过8冬了后，伊伫基督徒世纪这份杂志发表一篇文章，叫做《亨利·福特是怎样人主》，后壁有一个问号。伫这篇文章内底，伊安尼写，伊讲亨利·福特毋是为着做工人的福利，是为着伊个人的利益。伊提权公资，只互部分的人得到好处，却因为安尼凊彩来互搁较侪人无头路。伊的工厂并无上加工资的规定，无退休的制度，无对人若破病，或是伫工作顶头拄着伤害，提出任何保障。尼布尔批评讲，媒体过度来美化亨利·福特的公司治理，认为伊仁慈对待员工。最上实际上，资本家福特是一个无情、欠缺人性的人。尼布尔是头一个真敏感来指出，资本家怎样透过资本来掌握社会甲人性。这篇文章就列出引发当时真侪人咧支持，加打尼布尔牧师标签。总是尼布尔当年的话，就亲像先知，因为过100冬，就是今仔日1926年，伊写这篇文章。过100冬的今仔日，工作权上加薪资的标准、退休的制度、破病就是伫工作顶头拄着伤害，拢通明明记载伫今仔日的法律顶头。今仔日咱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代志，总是其实毋是。若毋是上帝，伫每一个时代托伊的先知勇敢来发声，这个代志袂来。出来记第6章28、29、29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一日，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讲话，上主对摩西讲。我是上主，我对你讲的话，你拢着甲埃及王法老讲。伫出埃及记一开始，上帝的名真少人知，所以摩西才会问上帝讲：啊，你爱我去答应讲，你的名是啥？所以上帝互伊的名，互咱知伊的名。要爱摩西，互人知。旧约的学者 Brueggemann 就认为，规本的出埃及记其实就咧诠释上帝所讲的这句话，叫做“我是上主”。对摩西开始，上帝就托先知爱有2个使命。第一个使命就是爱互人知上帝的身份本质加性格，这叫做上帝所讲的这句话：我是上帝，我是上主。当时新来家安尼认为，亚伟的这个名是拒绝人的定义加限制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句话亚伟，我是上帝，就是保持一定咱毋知的所在。所以当法老质疑咧讲上主是啥人，我哪着听伊的话时，上帝就是爱摩西勇敢去应答伊讲。上主就是上主，
虽然摩西一再借口讲伊含慢讲话，总是上帝无容允伊搁逃走。出埃及第7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互你伫埃及王的面前亲像上帝。你的兄哥阿伦要做你的代言人，我命令你的，你拢着讲。你的兄哥阿伦着甲埃及王讲，着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7章的第1节原文会当翻译做：我互你伫法老面前被看作神，被看作上帝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使人，我是迄位使人口才的上帝，所以刷落来你着亲像上帝。阿伦做你的代言人。这若亲像伫法老的宫廷内底有一个官员，就叫做喙。这个官员专门做啥？法老所讲的话，伊去传达，互正官员知。听有意思吼？法老的宫廷内底就有这个官员叫做喙，伊就是法老的喙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既然法老家己掠做伊是神，所以上帝提醒摩西，伊伫王面前就亲像上帝。然后咱读到的迄个代言人，其实就是拿比，原文就是先知的意思。拿比其实就是先知，先知简单来讲就是上帝爱伊讲的话，伊讲出来安尼尔，无偌厉害，总是这就是摩西的职分。伫法老的面前，摩西就是上帝的代言人，然后伫内底做喙的就是阿伦。出埃及记第7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搁要伫埃及地行真侪神迹奇事。虽然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总是法老的心却会因为上帝来顾及。喺原文的意思，心意。其实这字的心意的意思，原文较亲像顾及。无论上帝做啥物，伊做偌侪神迹奇事，做啥物拢无路用。因为照埃及王族的观念，伫埃及法老是互人看做神，所以摩西伫法老面前亲像神，是上帝用伊的方式行伊尔。伊要对法老讲：你毋是上帝，即群奴隶主才是。这真特别哦！即群奴隶，你的奴隶主才是上帝。Brueggemann 是安尼分析，伊讲，这个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、金钱、武力甲话语，要坚固因的权力，来做出一种故事、讲故事的方式，就是管理甲控制讲故事的方式。啥物会叫做管理甲控制？讲故事的方式，就是要对人讲：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就会得到恩惠，就亲像亨利·福特共款。你若无听话，我就互你的日子歹过，就亲像法老共款。法老
就是无爱互因草仔油啊，无爱互因草仔油做庄啊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故事，这种讲故事上大的问题是，统治者相信这个故事，这种讲故事的方式，然后受压迫的人、受伊统治的人嘛信这套。啊，你只有听话，才会当得到平安。这种统治者管理控制的故事，就是现代资本家讲故事的方式，是下过时代来到现在嘛，同款安尼讲故事。因为中国就是安尼讲故事的，但毋是的。总是安尼排除任何可能的想象。我只有听你的话才会使，才会当得到平安，敢有影？这就是上帝讲着王的心意的原因，因为照法了真固执的想象，伊只有安尼来压迫。才会当维持伊亲像神迄款的地位，伊的政权才会当稳固，互伊真大的安全感。总是上帝刻要安尼讲，出来记第7章第40到第5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埃及王无要听恁，我就要攻击埃及，严严刑罚因。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一队一队出埃及地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对因中间出来时，埃及人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所以，布鲁格曼咧对咱讲，基督徒是用上帝的故事来讲话。上帝的故事开了另外一个想象的可能，因为这位上帝伊听见的是遐个受压迫的人、无能为力的人所发出来的哀哭，伊看见的是遐个得罪人的恐怖作为，所以。若王的心继续固执，上帝就会伸手带因离开，互人得到真正的自由甲平安。出来记第7章第6节到第7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甲亚伦就照上主的吩咐去做，因甲埃及王讲话时。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布鲁格曼认为这叫做先知的第2个使命，就是先知爱有想象力，带来咱有先知的想象力加洞察力。因为不管对倒一个时代来看，真歹势，80岁甲83岁的人，咱拢叫伊啥？老人，对吧？不管倒一个时代拢同款哦。80岁、83岁叫做老人，总是伫上帝眼中，伊看咱无看年岁，伊呼召咱若回应，就会互伊所用。所以，先知性的想象是提供迄个已经定型、冷冰冰现实的另外一种看法甲出路，互人会当根据上帝自由甲公义来看家己应该有的款式，来对这个世界重新的想象。出来记第7章第80到第90节，
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：埃及王若甲恁讲，行一件奇事来看卖咧，你着叫亚伦甲伊的管仔等伫埃及王的面前，管仔会变做蛇。咱也用听音乐的乐章来讲，这叫做序曲，就是一开始。用这个事件来开始刷落来的代志。这个事件是上帝要伫埃及所行新者奇事的序曲。对古希伯来人来讲，因毋捌分做啥物货叫做主人律，就是超主人律这种分法，因为对因来讲。我嘛，请咱会当安尼来看，对咱来讲嘛是安尼，一切拢是上帝所做，但毋是咧。就是咱看做奇怪的代志，嘛有可能是上帝所做啊。现代中文一本翻译做新约，总是原文应该更较好来翻译做奇事。奇事这字原文是咧形容。这个事件的本质，当咱更较深刻看到了，会感觉真奇妙。这叫奇事啊！咱若更较深刻去看到这项代志，会感觉真奇妙。上帝爱因伫王面前行一项奇事，就是亚伦的拐。等伫王的面前，拐就会变做蛇。原文翻译做蛇吼，但是蛇可能无法度形容好势，因为原文是一个畸形真惊人，迄个爬伫涂骹顶头的怪物啊。所以有一寡犹太教的列比是来翻译做灵，或是酷鱼，安尼。听意思吼，即个蛇的意思其实比较接近迄个，但是实际上咱真歹描述出来。出埃及记第7章第10节到1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甲亚伦入去见埃及王，照上帝吩咐做。亚伦将伊的管仔ฮ็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的面前。管仔就变做蛇，埃及王就调有智慧的人甲法师来，这个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。摩西甲亚伦的管仔伫出埃及记内底，这个上帝的作为顶头，这个新者奇事有一个真特别的地位，就是对这个奇事开始。要表达的是上帝的作为，要照着因嘴内的话、手中的拐展示出来。这是伫出埃及记内底真明显咱读会到的。当时埃及就亲像现在以及过去的台湾同款，是一个充满法术的所在。通常是这个神明的祭司或是法师，用话语甲行动挤压这个神明，来表达这个神明意愿的方式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施行法术的人，通常是咱会称作法师或是祭司。埃及人是一个敬拜大自然的一个群体，所以因也用表演超自然的方式来互人敬畏甲尊叹。因为因敬拜大自然嘛吼，你若超过大自然呢，搁那遮的人最厉害，所以变魔术就是安尼。所以反倒看到亚伦的拐变蛇。伊讲：歹势，
我的法师嘛会，就招伊的法师来，出来记第7章1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逐个人将管仔ฮ็落去，管仔拢变做蛇。毋过阿伦的管仔吞食因的管仔。咱人随上所有的人拢共款，咱拢有迄种渴望有神奇的法术，就是真特别的能力，会当快速来改变咱的现况。咱会当去掉发生伫咱身躯顶头的病，咱会当去掉遐主人大主人所互咱的捆绑。总是事实上，后来伫埃及，上帝所做成的代志，除了咱看到的第一个代志、第一项奇事，甲上尾一个神迹以外，拢毋是超自然的事件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刷来咱所读到的，拢是自然的现象。阿伦的管吞因的管，搁较要说明这项代志，是咱来承认人真有智慧能力去行奇事。咱来知影，咱现在所有的拢是奇事啊！咱今仔日会当拍开电火。咱来知影100多年前，这项代志叫做奇事啊，听有意思无？因为古早人其实无法度遮尔方便啦。咱今仔日迄个钻水龙头就有水走出来，古早人认为这是奇事咧，但毋是咧，毋通掠做遮个拢是理所当然的。总是遮个奇事。这奇怪的代志，是无毋对，是人有智慧甲能力，总是这项代志要对咱讲，上帝会当做了更较好。出来记第7章1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总是埃及王的心硬，毋听因的话，拄照上主讲的。现在甲提醒咱，无应该将这个故事看作是用阿伦、摩西做代表的上帝甲法老中间的对抗之意。因为法老代表的毋是伊一个人尔，是2000年伫埃及所形成的传统甲社会。法老是埃及这个社会活活的象征。受这个祭司甲高级的官员支持，因互相的关系形成有效统治的工具。所以摩西甲阿伦要面对的，毋单是一个人的个性尔，是几千年累积的社会甲文化迄款的力量。所以对法老甲伊的顾问来讲，尿布就等于否定埃及社会的基础，所以伊才会心硬，但毋是咧。伫今仔日，请问咱的心有硬无？事实上，有真侪真简单的接受流行迷信的基督徒。就是称作自称上帝的囝儿，嘛受侪现代就是电视，或是网络顶头遐个所谓的算命先来影响，相信人的运势、星座、命盘，却袂记起上帝的大权能。随上近代教会嘛，时常引用圣经的话咧，教示信徒讲：你若抗议颠倒，互有权的人当做把柄，会当行欲望的借口；你若挑动、挑人叫人去抗议，通常是有权无者的诡计。
所以伫邪恶的时势内底，应该交互主加祈祷，点点莫讲话就好。总是即款的教导明显只有偏重一方面尔。布鲁格曼伫2018年写一本册，叫做《拍破点点》。沉默我毋知影要哪用台语表达吼。拍破迄个点点的款式，上帝爱咱出声。即本册内底，伊一开始就用德国的牧师叫做马丁尼莫拉所写的一条忏悔诗，伊伫1946年所写的一条忏悔诗，安尼讲，伊讲因去掠遐社会主义者，我无讲话；因掠工会会员，我无讲话；因掠犹太人，我无讲话。上尾因来找我，无人通为我讲话。伊忏悔当时纳粹开始的时阵，伊点点无讲话，伊咧忏悔这样代志。所以布鲁格曼认为，咱应该定心来想，咱若要点点基督徒，若要点点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。咱的点点会当是点点的祈祷，总是毋通互这个点点变做是刀片。咱的点点嘛有可能是刀片，刀片咱的责任会是稳重家己感受的遐个点点，以及受到压迫的时阵，错误的点点，都迄种人斗的代志，甲我无关系啊。敢毋是咧？发生伫你厝边的代志，你会感觉甲我也无关系啊。总是咱爱知影一项代志，基督徒点点的祈祷。是爱去敏感着家己甲厝边无公义的现况，也是为着未来要拍破这个点点无讲话一个要紧的过程。所以，咱的心若无够硬，咱的心若爱无够硬，就是爱听见上帝爱咱听见。咱生命中以及这个社会真实的痛苦，基督徒确实需要为着安尼点点来祈祷。总是基督徒这个点点的祈祷，就是为着刷落来，要有一天起身拍破这个点点，迄个时阵才是啊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。有时阮点点无讲话，其实阮是惊吓，阮毋敢讲话。主求你帮助阮。虽然阮看到世事的邪恶，虽然阮知影阮的软弱，总是求上帝帮助阮。当阮点点的时阵，阮是知影阮的准备。要起身出声，拍破这个点点无讲话时，求上帝帮助阮。因为过去你呼召你的先知讲话，实际上伫阮这个时代，你嘛呼召阮。当阮知影，阮伫祈祷了后，阮爱行动的时，这检采就是你要互这个世间话语的时，阮安尼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